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1月初10。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8篇，尼希米记第8章第1节到12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第6节到13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得到安慰，得安慰。共款78篇到明仔载拜三拢共款的诗篇，拢较长，所以我就无放伫即个书面内底请咱了家己看。对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人得到安慰即项事，基本上会当分做两个方面啦当然，第一个方面是对伫人来的安慰。另外一个就是上根本的，咱的信仰根本来讲，迄个来源就是对上帝遐来。对人所来得到的安慰，佫会当分几种大家我两种来甲大家三角分享啦当然，第一个就是讲，咱伫迄个哀伤的中间，咱需要安慰。通常就是咱身躯边的人，是讲亲人啦、朋友啦，是讲对教会来所互咱的安慰另外是对咱所得意的人的表现来得到安慰。这个就是伫今仔日的经文，保罗写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批信中间所伫讲的这个属伫即类，就是讲对咱所得意的人的表现来得到安慰。保罗伫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批信对这信徒所讲的话是安尼：总是当提摩太对恁遐来到阮遮，将恁的信甲听的好消息报阮知，佮讲起恁常常少年阮，心无要见着阮，亲像阮爱见着恁一样。所以兄弟阮伫一切困迫患难的中间，对恁的信为着恁受安慰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小可无共款，伊讲是得到鼓励啦台语就有翻译真清楚是因为着恁来受到安慰，因为这个人的好的信仰表现，保罗伊伫遐受到安慰。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因咧面对教会咧建立的这中间，追求信仰的中间有侪患难困苦，伫这中间因犹原表现有真坚定的信心。这种的表现，互这个开拓者保罗来感觉相当的安慰，因为因无为着这个患难困苦来失去信心。对着牧养者来讲，会当看到数目的羊群会当赢过艰难困苦，迄是无过这比这较欢喜的代志无过比这较欢喜的代志。信心会通讲是表现伫面对咱咧讲面对患难的时，所会通来做，就是讲咱的信心不但是安尼坚定尔定，嘛是爱表现伫即个人咧面对哀伤困难的时阵，相款人伫哀伤的中间最直接会当得到安慰的这来源，也是就是咱周围这的朋友，无论是亲人是朋友是对教会来拢是共款咧讲这个但是嘛，真有可能这个人是带来第二界伤害的人。为什么安尼讲？因为真侪时阵伫咧看到安慰其他的人的时阵，无法度讲出着一个真适合的话，嘛因为安尼会带来搁一摆的伤害，却毋是安慰。时常看到侪失去亲人的会友，因的亲人朋友来到伫因兜的时阵，总是想要讲一寡话来甲因安慰，但是常常拢听来讲你袂使哭啦，你毋通哭啦无就来讲你若哭会
大衰啦吼，伊讲你若安尼哭吼，就不好啦吼，甚至有人吼，看到一寡较无共款即个事实的原因的时阵，就开始追究迄个原因啦吼。讲若是安怎，伊就袂死啊啦吼。即摆死安怎？讲真济遮的话，基本上无法度带来安慰，却是带来伤害。上落尾，咱若是讲咱真正需要的安慰，是对上帝遐来啦吼。当然对上帝来的安慰，咱要各分两个部分来讲吼。第一个就是讲，如果伫咧探望即个哀伤中间的人的时阵，遮个人会通有上帝智慧、有圣神的同在，真就有可能会当讲出适合的话，对上帝所赐的圣神迄个安慰的话。就安尼会通为着即个伫哀伤的人带来属天的安慰，或者是讲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才会想要去带互人安慰的，爱家己知影讲，你是代表上帝，爱将上帝安慰带来互人，所以毋通用家己的话语啦吼。伫另外一方面，就是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尼希米记》的记载。以色列人因经过受掠即个国家被毁掉济的灾难，因来经过讲要倒转去伫迄个圣地来重建圣殿的代志，但是因嘛经过济苦难啦、夭饿啦，因伫遐哀叹啦。但是当因完成圣殿的重建了后，所有的以色列人聚集伫即个耶路撒冷圣殿的时阵，以斯拉即个祭司呢来宣读解说摩西的律法，这个是对因来讲非常重要。因伫听完了后，拢得到安慰，并毋是伫经文第11节所讲利未人来安搭遮个证人，叫因安静，毋通悲伤，因为即一天是神圣的，毋是因为即句话。重点是伫后壁迄段圣经安尼甲咱讲，众百姓就去啉食，也分米互人，大欢喜，因为因明白所传互因的话。因所得到安慰，因的欢喜，是因为听捌上帝的话啦。换一句话讲，因所受的安慰，是对上帝的话来。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11月1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8篇，尼希米记第8章第1到12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第6到13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得安慰。一样的我们到礼拜3都是用诗篇78篇，因为很长，有70几节，就牧师就没有把它放在这个纸本里面啊，请大家自己来读这个圣经。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人得安慰这件事情，基本上可以从2个方向。当然，第一个就是从人而来了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信仰的最根本那个来源就是上帝，所以从人来的安慰，我们又可以分为几类啊？牧师从2个角度来谈哈。一个是当一个人处在哀伤痛苦之中的时候，身边的人可以带来的安慰。另外是我们从所在乎，我们非常在乎的人的那种表现来得到安慰。今天的经文是新约，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那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话语当中来看到，他说他在表达就是属于后面这一类的安慰，因为呢，他从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的表现来得到安慰。那我们来看经文怎么说哈？经文的记载说，现在提摩太已经从你们那里回来，他带来有关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他说你们常常在想念我们，迫切希望见到我们，正像我们迫切希望得到你们一样，见到你们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一切患难困苦中，因着你们的信心而得到鼓励。中文这个现代译本呢，的翻译说得到鼓励，因为他们的信心得到鼓励。但是我们台语汉字的翻译，他说是为了他们这样子做而得到安慰。这是不一样的角度在翻译这个经文啊。那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们一直在这个教会发展呢，追求信仰这个当中呢，遇到一切的患难困苦，但是在这个当中，他们继续的保持一个坚强的信心。这样的表现让开拓者保罗感到相当的安慰，因为他们并没有为了患难困苦而失去信心。我们说离开真道了哈。他这样子对一个牧羊者而言，能够看到他所牧的羊群胜过这个艰难困苦，这样的事情是最高兴，没有比这个还要高兴的了哈。信心呢，不但是表现在面对苦难困苦中那样的信心的坚定而已，更是可以在这个每一个人在遇见哀伤痛苦的时候的一种表现。同样的，就是回到刚刚在讲的第一个哈，人在哀伤当中直接能够得到的安慰，基本上这个来源都是周遭的朋友，无论是亲人啦、朋友啦，或是教会的人。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也是最容易得到二度伤害的一个来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安慰其他人的时候不能说出适当的话，这样子的时候是为对方带来伤害，而不是安慰。牧师在牧会的当中时常看到一些会友他们失去了亲人，也看到他们的亲属啊、朋友啊都到他们的家里去探望。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哭，然后甚至比较有民间宗教背景的人就说啊，你哭了会带衰哈，带来这个霉运啊。那甚至有人说哦，这样哭就不孝啊。那如果遇到一些这个去世的情况啊，比如说年轻就过世啊，或是出了什么事情过世的，就有很多旁边的人喜欢来追究死因啊，为什么？然后就会常常听到一些说啊，如果这样，如果怎样，他就不会死啦，再啊，就很多那种没有办法实现的无济于事的这种说法，这样子不但不能带来伤害，而且是带来再度的伤害的语言。其实最终我们所需要的安慰，其实还是要从上帝那里而来。关于从上帝来的安慰，我们再分两个部分来谈啊。那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在探望哀伤中的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能够有上帝的智慧，要有圣灵的同在，要说出适合的话语，或是说我们要从上帝所赐的圣灵安慰的话语来说出来了。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为这个哀伤中的人带来属天的安慰。或许我们用别的角度来看，就是说，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代表上帝去探望人，所以要把上帝的安慰带给人，不是自己的话语。再者，就如同今天的经文尼希米记里面的记载，以色列人在经历了苦难，他们被掳啦，生活困苦啦，然后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重建圣殿啦，他们又经历了困苦、饥饿、哀怨。当他们完成了圣殿的重建之后，以色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以斯拉祭司宣读解释摩西的律法给他们听。他们听完之后都得了安慰，并不是11节利未人所说的，利未人安抚他们，叫他们安静，不要悲伤，因为这一天是神圣的，不是这一句话让他们得安慰，千万记得。是后面那段经文12节这样说，民众就回家去快乐的吃喝，并且跟别人分享自己所有的，因为他们听懂了读给他们听的法律。他们所得的安慰，他们的高兴，是因为听懂了上帝的话语。那换个角度来说，他们所受的安慰是从上帝的话语来的，不是从人的话语。